好，来继续来看新北市永和分局新兴派出所的环境，追捕着通缉犯意外去弄着交通分队的同仁。上起先是这个派出所的环境发现一个起事，看到警察就走，原来伊是毒品的通缉犯，警察向前追捕，而且通报交通分队来协助。结果因为未负动车，弄着分队2个同仁，其中一个脚骨断去爱开刀，那通缉犯顺利抓到了。大路的车来来去去，警察停车行过去看，竟然是家己的同事去弄到，怀疑倒伫咧大路。警察通安全无保，人看起来真痛苦。边啊，立即的民众请人斗相共卡119。原来车祸是伫咧追捕时发生的。今日透早8点外，新北市永和分局警察看到一位查甫人，敢若为着闪警察，举起了离心刀。原来伊是一位毒品的通缉犯。员警为了追通缉犯，一路追到新北市环河西路一段，但没想到交通分队员警在协助压制过程当中，遭到派出所同仁撞上，2名员警受伤送医。民众翕到警察倒伫咧涂骹袂顶袂动，看起来真痛苦。另外一边，同款有警察倒伫咧路口，当时上班人济时段，大路车嘛真多，这场车祸嘛影响交通。新生所有警察为保护路二段，落到宽和西路一段，请求交通分队支援落桥5分钟，顺利抓到通缉犯。不过这个时阵，当时敢若饲东爱反应收慢去弄到，一人骹手挫伤，一人骹部骨头断去，需要开刀治疗。该男见警方出现，立刻加速逃逸，员警立刻通报拦截围捕。过程中，员警不慎受伤，仍英勇将毒品通缉犯逮捕归案。为着追捕通缉犯，警察意外弄着当事。永和分局长第一时间嘛告病院关心，通缉犯身躯顶各项敲到2包毒品，红依法上班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